2025年3月29日，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由3月4日公佈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資產經營權至今，李嘉誠每日都不停被中共戰狼攻擊，受盡各方壓力之下，終於喺3月28日長江和記向傳媒透露，原定喺下個星期三，即係4月2日前簽署嘅最終協議計劃，交易將會暫緩，不再推進。同時並且會考慮將其和記電訊全球業務分拆，並計劃喺2025年之內喺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。之前係有支卦係提及過李嘉誠36計走為上計嘅。早於3日之前問卦，李嘉誠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業務協議最終如何？得出水山展變卦，水風井，卦象顯示何貴有隱居，以避亂傾，終身不仕，遂其結清。意思係隱居喺簡樸嘅生活，躲避混亂同埋傾覆，終身不涉功名利祿，追求其名譽嘅清白。按卦象，以下係我個人嘅推斷。今次無論交易最終成功與否，經此一役，為免被抄家，李嘉誠會盡快將佢香港嘅資產撤走，離開香港，越快越好。此乃情景一。情景二係李嘉誠都應該會收山，真真正正咁退隱江湖，將全盤生意真係交俾李澤鉅去處理，自己就會去享受之後嘅隱居生活，可能以後都唔會再出現喺公眾嘅場合。其實呢，自3月4日開始，以我所見，幾乎所有評論都喺度講李嘉誠做生意有幾咁犀利，李先生係幾咁聰明，又話呢次交易嘅時機嘅係幾咁高智慧啊！佢用呢個時機，同埋按常理啊，在商言商，呢次交易係亦都會必定準時喺4月2號成功簽約。但係所有人都計漏咗一樣最重要嘅因素，就係習近平。自從佢自封為王之後，整個中共都係跟隨住佢嘅喜好，逐步走向死亡。今次習近平九口一開，反對交易，又有邊個夠膽逆佢嘅狗意啊？喺習近平眼中，冇啲乜嘢叫做在商言商，佢眼中只係有政治。你啊，李嘉誠啊，可以自命不凡，但係你啲兒孫呢，全部都係人質啊！上次已經講過，喺習近平眼中，黎智英同李嘉誠同所有嘅人都冇分別，都係螻蟻。所以
若果香港人想贏佢啊，一定要打破從前一切嘅乃理所當然嘅諗法啊！要預示啊，佢嘅一切不可能嘅諗法，要諗埋其他你諗唔到嘅諗法，先至有機會會贏到佢啊！今次李嘉誠出售港口嘅業務嘅一役之中，仍然啊留喺香港嘅香港人，仲可以繼續自我欺騙咩？香港已經死咗噶啦！其實早喺5年前，香港實施國安法當日，香港已經死咗噶啦。不過話說回來，若果沒有死亡，又何來火鳥重生呢？正當所有人認為2025年香港會繼續衰落去嘅之際，其實2025年直年卦已經預示咗香港可以重光。至於係點樣重光呢？大家可以重看今年1月18日嘅 YouTube 片段，或者大家可以揾到答案都未定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鍾意嘅朋友請讚好同留言，並分享俾你嘅朋友，及訂閱易經人 YouTube 頻道同追蹤易經人 X 專頁。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